闹热倒你台，闹热向下來，暴力整巴塞。年华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这都是缘分分秒秒都听到。阿妹嘅新年元旦，愛恨離死不隨後，愛情有你就彰顯。在高岗上向下望，三個六馬衝啊！心樂開喲，無衝過嘅心唔爽，鬧熱倒你台，鬧熱向下來。哇！鄉親朋友啊，有看到冇？哦喲，啊，你根本於現場嘅附近，正經。啊，你都錯嘅啦。哎，你客家天絲腿 video 睇起架哈，幫我們換了新的景呢。對呀，我本他啊，我嘅視覺感受。毛天佑，客家電視台真的是重金打造了一個新的一個整個舞台的感覺。video 嘅搭配睇起架，衝過嘅那質感整個提升，有沒有 ？Music show， 最後本他啊，很棒的一個音樂饗宴啊，哈，唔單止看比賽，哦，啊，你現場嗰個畫面，嗰個感覺。他家看起來都清講嘛，非常的爽快啊！哇，又有質感。嘿，看個平時經常坐喺 V 上面對，嘿，因為安尼根本係新的一季，又新的無孔樣的賽制啊，哈，安尼賽制很多暴力整巴賽，暴力整巴賽，100有獎5米嘅參賽朋友，請過分的幾位就坐在桌上安尼 V 面炸嘅暴力，好，哎。那個燈呢？都幫呢，也是給下重金。對啊，之前那個保衛用了20年，那個突衰嘅 help 嘅搭幾多嘅膠帶啦，有的冇一個黏到，係都當講個草叢邊邊在保衛會忘掉。係啊，還要吃草啦，做的。我草愛 help 愛就唔跌。真的嗎？哎呀，你有草過嘛？很忙嘞，但他們吃草一塊。還是講草唔落？唔，你還有他吃。好，哎，清果粉呢作為草叢邊邊在保衛。啊，清大粉呢？最大粉呢？做可以不可以淘汰？嘿，大禮拜會補充一 V 啦，補充一 V， 所以5 V 會留到俺的節目一直比有一場哈，一場人連續10關得到 V 面炸。好，一開始講連續18吧，就錯的錯到 V 面炸的 V， 就得到俺的最高的一個啊榮譽，還有獎金，哈，聽講30萬人有的獎金，30萬 Q 的一隻人，好，Q 的人，3萬，不過講真嘅，你坐在連續10關哦，他已經是就是歌中之霸主。那所以如果我在比在5級還是6級的時候，我突然分數沒有清過，那怎麼辦？就從頭啊，從零開始了，從頭啊，哦，那個按嚴簡寬，我冇簡單哦，3萬 Q 竟然穿，對，冇啦，錢主要唔係說為到錢啦，當然唔係啦，為了我們的榮譽嘛，對嘛，哈，安尼今日比賽個賽前的賽制一定當好看哦，比賽之前呢介紹你金牌嘅評審團來，葉家秀先生、齊澤偉先生、鍾飛先生。姚小琪先生介紹的，安樣，因為大家已經介紹過安尼比賽賽制啊，相信安尼參賽朋友非常的了解。好，安尼夾這個有獎 TV 參賽朋友，今下你要比賽咯 ，TV 係來自桃園楊梅、陳振雄帶來客家雄風。來，聽我啦。
同山過來嘅客家人，愛了對嘅客家人。同山過來嘅客家人，愛樂隊嘅客家人，從細到大，認真來那邊，你是咪嘅兄弟？我共從此不艱苦，秉持一片好天地。跳隊、做隊、跳隊，對到嘅迄種對你，係你嘅嘅先鋒隊，咱不容易來打出位，同路容易來團結，故鄉嘅公公，兄弟愛故鄉。好切你嘅精神，世態炎烈，萬物流風。陈皮哦，有曲嘅罗大哥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哎，唱得不够舒服，不错舒服，那太少了，再一遍，太短了是不是？太短了，你留着以后唱不行吗？对，哎呦，怎么又会想要再回来？之前好像我听陈建居讲说，请他回来，他说啊不要，他说不要比，现在终于甘愿来了。对啊，他是压着我回来的，压着你。他不是你下属吗？还可以压着你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我看你很爱唱，好不好？很爱唱，可是就是说爱加个 gay 色里啊，是的，爱唱啦，可是就是说上台哦，就是没有说很流利这样子。不会，哎，还去桃园那个什么客家音乐季比赛，对啊，流行音乐节还第二名呢。是哦，对啊，那天就只有2个比赛啊，那天可能那个评审眼睛那个耳朵有问题。你不要这样，评审可能会看我们节目，你说他耳朵有问题。那天你们有在吗？没有，所以你们耳朵因为那天是这样子啦，那接到那个优胜5名嘛，然后那个第3名有3名，然后想到这样子，可能大概弄死了，结果第2名得到第2名，就独你一个，我还有彭先能。这张第2名有2个，有2个第2名就对。对，哇，是，那算是得奖率还蛮高的。所以总共就5个人，没有80个人取11个，80个人。对啊，你也算是秀才呢，秀才啊，不是状元，不是。他说他是会唱，会唱，音色也很好，他也没给没客家人，是就是对于客语的咬字有点问题，咬字有点问题，对。不过唱这种歌哦很热哦。刚开始来很冷啊，这个摄影棚在比在光启社还冷。对啊，好像冬天呐。这边所以这边租比光启社还贵哦。光启社是南极，只有这是北极。南北极你还知道怎么比较？好了，来唱完了，请老师讲评一下，像嘉修老师。真有这么久来哈，我觉得他是最震惊的一次。就不管怎么样，就很努力的唱。啊，虽然说那个抢拍，那个吼那个，对，他虽然那个还没开始吼，他已经开始然后开始奶嘿这样。我们有听到他前面有自己吼一下这样，他再吼完你可以算拍子这样。所以这个不简单哦。不过一直都在抢拍啦，然后音准也稍微差一点。但是。恐怕是这个刚开始的关系啦，所以我觉得他等以后会留下来的话，一定会越来越进步了。是，不过离那个位置恐怕还蛮远一点的。这不可能的。坐在留下来就好了。坐在留下来，慢慢磨嘛，慢慢磨。对，冲磨拉呗，对，冲磨拉了。
现在咖喱有几多？因为电视台真的是比较不习惯的。慢慢就习惯。这从来没上过电视台。啊，你是哪里习惯的？我是你比较习惯，我老婆比较习惯，跟我不习惯啊。老婆比较。但是常常在一起比较习惯啊，对啊，是的，这会让人常常来这里就习惯了啊，常常来这里就习惯了，是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给个分数了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陈真雄给分数。22点，那这样是还不错了，可以的。可以的，不错，满意吗 ？OK 啊，90分，盖某一听呢，很危险呢。没关系啦，很危险，没关系啦。如果那个的话，不那个被批掉也没关系，下一次再认真一点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就先请回座休息了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，好嘞，那我们接下来再介绍一位，好，下一位係來自桃園中啦，楊桂蘭帶來阿妹嘅松樹。對，彈開啦嚇。这又见面了，又见面，双鱼白比传统。对对，那偏偏很多桂兰啊，你用桂兰就爱有气质，啉桂兰就上到来。他那边还给他国际化啦，他是名模嘛，名模，啉桂兰妈哎。我講下吼，我今日創業樹阿妹嘅松樹嗬，我今日做嘢成三歲，我媽媽嘅下我嘅年齡。哦，係也35年咧，錯，係，保存得很好啊。錯，我來嘅滿月個天一整日，我媽媽來，哦，啊，然後我帶她去逛街，哦，買嘅，係錯，咩買現成嘅，哦，台灣人媽媽身材也沒有買本來嘅啦，買本嚟哦，係錯，哦，嘅充電係兩人做得做。身材係個紀念性啊，哇！經過35年嘅身材冇變嘅嘛，紀念性，對呀，親江，所以衝兩條歌啊，做兩身衫褲。對對對，所以要請到機會啊。哎呀，我平常時冇辦法做一兩衫，今日拄到創一條歌嘅，當佢紀念性，哎呀，哦，要配合我嘅線咧補件，係錯。本來想講，按 Q 嘅衫要做上天，唔會哦，親江，特別有錢好，做起來較 Q 啲啊你。係啦，較大一些，本來係。你啊，佢上來啊，節目要比幾下擺咯嗬？流行歌聽一擺咧。流行組。哦，傳統組咩比過？流行組比過，所以貴有比。20世紀、20世紀有跳嚟跳去咗，傳統嘅錯。日頭節目以後嘅，我半日都有你教嚟教。係啊，本來啲老人家有素材好教。真係啊，以後誒你話，姐姐有機會嚟，機會嚟衝落。接嚟，係啊。但係今日看有辦法過嘛？
嘿，係咪哈？充電那個清大部分咧發是嗰邊淘汰哦，嘿哦，清高分都做錯入邊嘅，哦，好，來先談一下先生講嘿，請這位先生。來，個人在這裡哈，要看到你哈，當反而看到你，可能因為作為三對嚟講意義無共樣。古所講唱兩首歌曲是唱兩首歌曲，我做感情呢部分做得當好。不會太多，也不會太少，度好。我唱兩句最好嘅，就係秋江子來訴苦，還有最偉大阿妹嘅一雙手，迄倆條歌曲特別都唱最好嘅。最偉大阿妹嘅一雙手，可能因為本身咧附近吼，先生坐條線會緊張，係嘛？感覺得出來，你唔敢近看，你們眼神放柔和一點。有，我就不要這麼有殺氣。我就故意戴眼鏡，我很柔和。但是想講，可能緊張，嘅正常。按叫冇轉來，要企到隻舞台，嚴準啊，可能係要注意下，係要撲嘅。你哋所講叫嘅撲嘅，可能唱聽嚴嘅。古所講唱起來，節奏感係嘅撲嘅冇馬穩，出啲兩隻問題聽。我想出唱加正常態個強樣啊，接來出唔可以緊張，出會關嘅。如果你所講我只唱到以後彈，好加油哦！希望點啲過關。好，先生，謝謝，喺度睇下佢嘅分數啦。睇下容桂蘭嘅分數。就是1.5分，誒，冇問題。人家安尼一個分數有安尼小數點，0.5分為一個單位，係啊，要整齊一些要整齊一些咧。安尼比較陳振雄先生較高1.5分，所以還有機會要留下來。謝謝，太感。好啦，先生，先恭喜你哈！這些在邊度？先坐定先，看一下。來，沙來係好生意哦。哎呦，好生嘅哈！來自苗栗公館賴松權帶來阿婆嘅神靈茶。哎呦，嚟彈下啦！阿婆，現在就我色安多。有更好聽吉娜歌詞嘞？你怎麼會知道吉娜歌？我小弟。一心為你等下去，還做對講一句話嘛。媽媽，我要到客家裡來唱歌俾你聽。你翻譯嘛？我唱歌冇聽，不過我為了你很勇敢。唔係，謝謝。心意媽媽一定有感受。阿婆嘅山林茶，地中下人都每家，人簡單唱嘅山林茶，係愛無卡嘅聲音。阿婆嘅山林茶，人出奇空間嘅步伐，遇到困難沒時間。會等你轉不卡，寒色嘅時間，阿婆肯定愛，還有露台一個假了，阿婆嘅沙邊，有兩個孫嘅一個夢，但係懂得記下。哦，阿婆。現在就我色安多，阿婆你有上愛無？愛等下就轉去了。阿婆，現在就我色安多，阿婆你有上愛無？愛等下就轉去了。阿婆嘅山林茶，地中下人都每家，遇到困難沒時間，機會等你轉無卡。
才子。哇，又发觉到安尼客家给一个闪亮的星星哈。是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哎，好，哎，罗哥好，吉大哥好。吉大哥谁？你怎么会叫他吉大哥？你胆敢这样开玩笑？唔声音讲出来的，声音讲出来。你喺我天台嘅同事啊。哦，我下輩嘅人。下輩，10多年下輩啊。冇啦，開玩笑啊，都叫我吉大哥了嘛，我小弟。哦，所以你們很熟了。對，算係。對。但你是因為他才來這個節目比賽？唔係咧，跳擺，誒，些時間就踢老阿婆向我看老嘢打擂台。係。阿婆今年93歲。哦。93歲，韓彩，東天空，係東天空，係。哇！自己下主嚟看。青烤看了，哎呀，那阿婆講嘅，阿婆，嘿，雙片師咯，日孫啊，日孫嚟啲啊，係啊，你看從視頻看到也已經上電視了，終於來上電視比賽。關鍵有係咪阿婆帶嚟現場啊？係啊，真嘅做得，做得啦。那個時候繼續湊失敗吧？哦，冇可能啊，那幾難。那難講哦，可以真難講哦。對啊，這都阿婆搶來。好啊，有可能。係啊。那之後湊聽一拜就做得落啦。所以他也是屬於一個創作型的歌手。係，佢樂團，就高神奇嘅啦。人樂團都乜嘅名？純面樂團。咩？吹歌，吹歌樂團。唐以為就稱吹歌啦，吹歌。誒，名呢？名我都唔好啊！你平時時常講。哦，都吹過啦，吹喇叭的吹啦。對。對啊。吹調試嘅啦，就係阿休生意買唔起貨嘅啊，就係你一吹歌。哦，吹歌。哎，很有創意啊。對，七架小那七架啦。這首歌也是要算一個新的創作，係啊，就係誒文化性。今年咧開始來試到下客家歌嘅。哦，之前就冇創作其他嘅，係放嘢啊，冇就係搞 cover 啊。啊，就一條歌其實係相當係阿婆來寫嘅啦。哦，像阿婆，誒，真係阿客家嘅。青島阿婆嘅故事，像澤偉老師嗰條容顏，有冇？來唱歌以後彈哈，係啊，天台有標歌哦，有只標咧，所以同安尼阿婆連結那個歌曲實在同多。係啊，咁有冇想要同阿婆？有個故事，阿婆跳擺就會扔嘅山頂茶最迎客㗎。扔啊！哦，扔用扔嘅哦，係真係。係最迎客喲。就佢講佢啲廟裡吼，最迎客做到台中。廟裡。係啊，要講冇可能。山頂茶我有印象哦，我年紀我細時間去廟裡行山茶，我帶山茶還有一幾台嘅點，但是摩托嗰樣子就變得海呀。你們有私家轎車，哎呀，慢慢的轉變，但是山頂茶很油，嗰樣我細時很油。係啊，嗰上來就以南想象嘅時節嘅事情啊，唐東就很驚訝，就有想要下一條歌嘅送俾阿婆。廟裡最多台中，叫經過太平洋係嘛？唔知哦，那邊唔知點樣咩偏言嘅，那邊唔知。哦，頭擺真係哦，味道學木卡嘅呢字，按邊沒有邊意呢？就像用麒麟茶嚟 Q 一個。哇，所以阿婆好偉大哦，辛苦哦，真的。又 Q 到兩種孫誒，對。好，安尼要衝突嚟嘅唐先生嚟講評。好，請飛先生。Thank you。很歡喜看到你一個新的一個年輕的創作人，然後你聲音又非常的好聽，我覺得很棒。其實你有非常不錯的音色，這個我覺得你可以更多的去練習你的發聲的位置。我現在就要講到你發聲的位置，因為你創作嘅時間，你很多的聲音都卡在喉嚨的地方。就是老師說的內收音啊、舌根音這種，但是我就覺得你的共鳴很後面，而且還很低，那變成說你調前個時間，你就是全部聲音都這樣，那變你到副歌的時候，其實應該要有一個比較高潮一點點的那樣的一個波度起來的時候，你也是用同樣的方式，那我就覺得比較可惜，比較想建議你就是。以後唱歌把你的共鳴位置擺高一點，這樣在前面 A 段的時候，雖然它前面比較低，但是你看我連講話都可以去運用它。前面比較低，但是是比較溫柔的，你還是可以做得很穩。但是高的時候，那個氣氛又能夠起來，我覺得不錯。那
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你可以再去揣摩一下，去听一下你的共鸣的位置，不要一直往前这样，稍微回来一点，然后往上面共鸣，往上提一点试试看。那有一个我觉得今天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吉他的音我觉得没有调准。好，那因为一下歌的前奏我就跟这位老师互看了一下，这个吉他不准，它虽然不会在我们的成绩列入，但它却会影响你唱歌的音准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伴奏就是为了你要听这个伴奏，如果它的不准，你就唱不准，它会影响你的音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下次唱歌之前一定要把吉他的音调准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跟老师啊，有一些嘞某腔用哎，其实你客语讲很好，但是你的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上面，然后点跟转，我觉得都念不清楚。那这个不清楚有2个原因，有可能是你的真的咬字可能要再揣摩，再一个就是你的口型，你口型可以要再清楚一点，嘴唇要再用一点力，我想这些改进会更好。好，加油！按直接提好，有听清楚了哈。有，吉他要調整。好啦 ，OK， 來看一下佢嘅分數。嚟看一下拉松拳嘅分數。不吵。是3.5，哎呦，也目前排名第1名哦。係哦，係啊，恭喜！按直接欣賞，恭喜哈！安尼嘛，向下嚟手機喊一組。你面呢？拿的呢，難下去啦。來，叫我嚟介紹下一邊。我介紹一下。做我主持人呀，天台主持人，我介紹下一邊長得應該當簡單。來自新竹市。陳牡丹。陳苗丹。陳苗丹。帶來愛興語嘅語。來，大家來。送伴你，表示愛心意。天生相愛你，無愛配上你，望你出愛做你歸。金子帶數字，帶人掛在心。丹姐哈，因為你好少女啊，係哦，係啊，呢度嘅媽媽參加你嘅比賽，因為佢喺長西啊，應該唔係長西啦，唔係長西，可能你節目，可能你鬧嘢大擂台嘅節目，佢哋嘅媽媽可能鬧嘢大擂台嘅節目，媽媽好看，佢喺長西啦，你長後生啦，應該係你講啦嚇，20年前啊，個節目就是對外客家擂台開播開始，媽媽是董浩寬，因媽媽董喜歡羅大哥，也喜歡吉娜，所以大概我陪佢看客家擂台時節嘅，一定講，你做乜唔上去看唱歌俾我睇？好正經10個年我都冇過了，因為我人哋唱歌冇彈唱音咁樣嘅，因為。
今年2月时节，妈妈跌倒，都4重跌倒，颅内出血，都加护病房。买生营，会抓要90岁咧。哦，90岁咧。啊，生营是讲妈妈，你答应家婆讲，我以客家里来创个米汤，10个人都冇做到。我家糖都心肝当沉重，报名冇叫你，我是都给手机滑到客家擂台在海选，我是想冲好唔好？最少我为妈妈送了冲100啊。万是一个心愿嘛，对嘛哈，对。但是当太太是去主动会选，是吉娜主持。杨妈妈有没有来啊？有，有没有上台冲？给去品鉴，品鉴。哦，妈妈没有去试冲力啊？哦，真的啊。2圈圈。哎，妈妈有录取吗？2眼前的。妈妈讲，个评审老师啊，唔係很像嘅，對喂。90歲還咁上一場，嘛本來100分。邊個本身在眼前咧啊？佢將經驗用10禮拜。我露台改的是講，媽媽冇想過拿第三個圈圈，我們給你這樣子。像媽媽來先從糖啊。對呀對呀，哎，2個圈圈就過了嗎？還是沒過？3在眼前的過關，6在眼前的就是可以。看狀況，哦，安尼啊，唔辦，可能有機會，哎呀，還開始安尼，可能有得參賽評比答題的時間，哎，所以有像媽媽來呢，好，對啦，錯了，比賽沒錯的，講一句話嘛，當然，媽媽，我哋到客家裡來衝個本堂，你翻譯嘛？媽媽一定真滿意啊，一定真滿意哈！一來到現場行啊滿意哦。我衝過魔堂，不過我為了你很勇敢。唔會，謝謝。心意媽媽一定有感受到。對呀，我們觀眾朋友一定有感受到，連評審老師都被你打動了，真的。看看那個尤兆琪老師，尤兆琪那種蛤蟆類的那種，他都對啊，不知道說什麼話。好好說話。我當緊張。兩棲動物的都被感動了。牡丹姐哈，佢唱歌嘅吼，一隻心態就講，睇他歡喜，第一點，從今日嘅唱歌唔係講一定要比賽拿幾多高分，就唱歌來說對我們身心調整，然後對我們平常生活啦哈，我們是一種抒發，尤其唱到客家歌曲哈，那等於是一個文化傳承。所以你有這雙重的意義，第二片文化傳承，然後中文媽媽堂，因為講天之台，然後說是很多朋友，然後為人客家人來發聲。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哈，就摒除某一天一定要有多高的分數啦。哦，咁我今日唱歌嘅內容哈，其實最大問題嘛，概念嘛，那感覺你掉入了一個自己設的陷阱。如果你唱那歌曲嘅時間哈，你有耳機底邊聽到人家每音嘛，就會都是有點撕裂。那我有感覺，就是說你唱那歌曲嘅時候，可能你想過人媽媽嘅情況。所以你在尾音上面，你就很明顯會有撕裂。平常時假如講你在懂翻譯的笑容來唱的歌哈，應該是很平順的，分數你律動都有。所以我發現哦，你到副歌開始哈，就你自己心裡會有感而發了哈。按過做 N 的比賽那部分呐，就有時候心情可能要控制一樣。我 N 的評審想要分較高分，按過就賽制來講，我發出。用私人的利益，這個自私的心態在分他過分了，所以他部分可能他注意的，幾隻拍子啦、拍嘅啦哈，發音哈就冇乜太問題啦。哦，咁過咧上了舞台的部分，可能他穩定一下人的心情哈，分數才有辦法拉高。哈，今日還能當感謝你哈，我媽媽講一句話哈，什麼？謝謝。好，這樣心意表達到。有，安尼就看一下價嘅分數啊，看一下陳妙丹嘅分數。嚟。好，88.5分，要分數很激勵啦哈。爸很發了哈。謝謝老師。先坐專業位嘅當哦，看下一位創作樣板，好嘛哈，按這些多謝哈，非常友好嘅妹哈，按這些，對，沙下嚟啊，沙下嚟兩位喺來自桃園用妹，彭雲雅帶來層層嘅思念，好嚟彈看下哦。
海，拍拍些树，勾挂天边，童话可以自由同行。一撒野路难行，两家不在身上对，永远给天空，无永远给你，树洞退路给黑暗，深深给思念。你想一路难行，两家不在身上对，永远给天空，无永远给你，树洞退路给黑暗，深深给思念。这样大概哎你好，哎新同学呢？新同学啊啊，不是看歌嘿，第一摆就咱节目哈，系啊，体育牌来當建裝。當然就哦線上要坐到前面。哎呦，我唱唔敢看先生。看看咯，木匠唔好戴啦，錄參以加後嚟參賽比賽，譬如說戴墨鏡哎，沒做，要較唔好撩木搖，唔撩木搖建。裝。唔好啦，衝上嚟。韓國咪唱比到媽媽呀萬人類啊比賽係冇？唔係啦，我沒有啊，哦沒有，你自己上來啊？係自己上看兩來啦。個節目啦。去年因為我要講哪一種語言好？讀多點，自然語就好。去年我就注意到呢一隻節目啦，嗬，看到哎呀，當我群從客家去年就注意到，係啊，呀就節目已經19年嘅文藝新年嘅，才很不應該。 2003年開始到也係已經17年嘅時間，去年就注意到係啊，我去年就國想啲嘛，哦，講學會啦。哦，因為我爸爸媽媽冇出嚟20-30年嘞，所以我係學會當那你是怎麼長大的？我七家是安陽縣長大的，七家就吃也媽媽開不在20幾年，20-30年呢。冇啦，我20幾歲，媽媽爸爸離開的啦，所以還可以啦，自立自強長大的啦。對，所以說看到這個節目，姐姐說，哎，我應該可以來挑戰看看。雖然今天表現的不太好，但是我是一個嘗試。對，這是一個嘗試啦。想說我們也這把年紀了，還沒有做過的事情後，就來嘗試看看。電視台也是第一次來啊，所以哎呀，真的就是來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這樣子。啊，你節目真的懂到你那年了，因為佢搭喺電視看，佢講哎。我們想得高啊，就不要浪費生命啊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們要去做一些不同的體驗。是啊，對，體驗。然後我是誰辜負，又來了，大哥。對，所以我是很想把客家話給撿回來啦。所以我上個月去參加那個客家話的那個中高級的檢定認證，用愛講客家腔。有過嗎？有過嗎？漢啲呢？漢啲啊，希望會過啦，係啊，跟還會下嘞，他還要考客家字嘛，他會下呢，真厲害。替拜老嘅同學，哦，對，唐一下先生的講評啊，嘉修老師，哦，你實在講唱歌唱嗰啲，啱先講過你唱歌嘅部分嗬，實在講你唱得真好，所以講節拍，你講噶，開始你就講。嗰類呢就節目都弄成都亂睇嚟嘛嗬，所以前打上啦，咁個類好冇？啊，個類，看見分數要拍個類，係啊，佢係冇一天嘞，嚇，看見嘅分數要嗰時冇機會嚟啦，你講緊啲，
我这个朋友啊，落拍啊，咪不去讲啊，天无天亮嘞咩？嘿啊，加下计比88.5哦，你还会比佢大吗？嚇，还会比佢大吗？咪聽到每度都錢垃圾錯嚟啊，係啊，為媽媽嚟唱歌誒，係嘛？佢自家咪啲啊，係啊，比較偉大嘅，媽媽要睇比較小心，比講，意思講喊100過來啊，你知道？係啦，好來講來，有機會啊，處女秀而已。對啊，他第一次來，對啊，下一次來那個經驗，那個感覺都不一樣。對啊，不管他過還是不過，我一定要這樣講啊，對不對？而且下次一定要再來，因為他根本今天還沒有他的才華都沒有表現到，挺打爽嘞哈，對啊，好喜歡唱歌。你看那個姿勢，你看呢？嚯，那個架勢，你看，對啊，氣不出啊，哎，正加油啦，大姐頭，哦，是嗎？來，看入分數之前呢，搶一下那個金本嘅清高分呢，賴松權93.5分，對都係呢舞台當中，來。一下就啲要高關喎，唔係做得錯到嘅保威當。也係假使講夾個，人家分數較高嘅話，唔做做錯雙語。係，啊，但係較大嘅話，還是排泄哦，就搶專業畢業當中錯。好，我哋看一下。好，嚟睇下嚟看一下彭雲雅嘅分數。精神流神啊流啊！哎，蘇玉志你好，蘇玉你好，唔睇見蘇玉志。哎呦，藝門嗰間 Google 先生，講羅時豐必來他睇。哦，這樣可以差唔多吧？無人可以來看。當然，我企啦，冇人講。我是我配那說啊。我看到佢有咁想到嘅那個之前嘅顧福光先生。哦，係啊，咁是上場。啊，顧福光先生跳燈咩卡？我照亮係咧客家嘅，係啊，入鋪嘅。照亮客家天使台。客家天使台，是冇嘢哦。睇下嚟看一下彭雲雅嘅分數。好。好，17分。哎呀，排泄哈，那終於真係17家了啊！恭喜你嘅賴松權，一面在保恭喜賴松權，93.5分，恭喜。新的一季嘅傳統組嘅比賽啦，對啊，傳統組嘅就參賽朋友可能較冇了解啊，那個比賽細緻，所以很麻煩咧，指哪來同佢報告啊，嚟，厲害咧！你大禮拜咧都請到5位嘅參賽者嚟到現場，啊，選出一名啦，衛冕者做得抽到你嘅衛冕者嘅寶位。好，啊，其他咧，淘汰一 V 啊，我所以有一 V 要抽上衛冕者嘅寶位，啊有一 V 要變淘汰，係最大分嘅。哦，啊下禮拜將補解 V 啊，補落來，所以得禮拜就有5 V 嘅參賽朋友。冇錯哦。哦，安尼。你 CV 都得留下來。係啊，好，加油啦嚇，加油啦嚇，了解賽制啦嚇。好，安尼馬上要進行比賽哦。比賽之前就介紹完咧，哎呦，評審緊張的，很強哦，真嘅哦。李秋霞先生、蔡啟貴先生、羅英英先生、曾明珠先生。前面先生坐到嘅，叫我嚇到人了。有時會唔會講到？啊，先生人都清好啦。但先生一度要讀全部讀書嘛。係啦。啊，而家全部看起來有對來過嘅節目嘅面數，負責組頭皮嘛嚇。對啊，安尼應該要經驗要動足啦嚇。係啊，一唔是乜嘅講，好嘛？不用輕鬆，平常心創作嚟。冇錯。好嘛？好，來。介紹 TV 參賽朋友，新主持功能機帶來羅山哥，嚟談下啦。菜價好啲。
金呐。千金满店，先行好满谷流传那多已经谢谢。讲太多啊，丰富，又见面啦，又見面啦，進來，來 T 到拜，來 T 到拜，T 300，哦，只能啊，本來就偷到講嗬，安尼是呢補緊啊，吼，從安尼客家的三太跳過，我有感覺有點違和感。我知道唔會呢，很大氣呢。對啊，有冇？啊，講太講，從來有感覺冇強樣補緊對你嚟講有啊，中央嚟，啊，中央啊，冇中央，冇強樣，你還反變了。從呢度感覺，老師你個條線啊，哦，老師還冇中央。不能在旁邊的，哎，錯，啊，坐前面不壓力我較大嘛。關嘞，關你這T拜你點就關嘞哦，安尼厲害。家有來有差啦。我是見面嘛，是見面係朋友嚟啦。對，哇，安尼經過來三拜啦，來三拜咯。哦，安尼經過一拜來比啊，中間有去。練習啊，像是增高啊嘛，要參加個下期嘅歌謠班。哦，歌謠班啊，係啊。你好唱歌嗎？哦，練習就練習吧，一禮拜一拜，就是他這個練習吧。哦，歌謠班啊。啊，冇去參加乜個歌唱比賽啊，乜嘅？要參加。還要得到乜個點哦？今年嘅新竹縣嘅虎口鄉嘅三太調嘅比賽，得到。第一名啊！做兩場比賽的呀？是啊，三場。三場得到第一名，哇，你厲害！個錯人家第一名。哦，所以你也都抽定來都抽嘅你啊。第一名。跟今日真強嘅應該記啊，係啊。對嘛？唔會啦，強鬆衝就好咧。講真，強啊，我強啊，就衝的，這放下咧。每擺比賽嘅運氣，他嘅運氣冇咁樣。冇錯。係啊，夠冇叫咩運氣㗎好？係啊。跟住臨床感染也白計嗬，同你有關係。臨床感染哦，你會起檔嘅，有冇感染？有冇感染啊？你啊？這個要場所，落人係咩當合。哦，磁場氣氛啊，所以今日對你嚟講，也磁場效應對你嚟講，有合作冇？喊做得，做得嗬，做得啊，做唔得咧，唱高先生啦，嗬，唱先生嚟講，唱超下先生，嚟麻煩，講太過啊，我哋講我哋沙場嘅真將啊，對佢嚟講，你哎冇乜計嗬，樂山歌最啲湯爺俊腳。唱到是1號啦，兩個笑容親和，個更不緊張哦。多謝位哈，第一拜嘛，天涯乜嘅冇壓力，冇安排啦，多謝。對自己親有信心，兩是親和啦哈。啊，你歌詞，你商辦公司頭家王義貴先生作嘅詞咩親呵？啊，嘉樂師咩親為作詞呵？佢作嘅詞呵，對你平常時嘅比賽。親和用，不過因為你唱歌平常的時候，我哋乜注意乜嘅咬字嘛，還有唱樂山歌冇按容易唱，
哦，你运用你的氣，用慢氣，你講按那行雲流水，雖然係自由原創，但是你其實係輸入係記得。嚇，我今講家後輩要多少，後輩輸入就氣比較還不足。等於你比較還不足。好。父母親咧會係輸入就比較單調，還要練小劍咩樣咯？第三句前劍唔係劍，劍歌劍，你劍歌唔錯咯，劍咬字冇用按到閉口音，最後邊你就唔出嚟啦，就記得哦。千金萬點。還有萬古流傳的感覺，係唐人嘅比較好，那含糊嘅歌詞都已經啊，那台子上咧唱到會做得咧，但是記得哈，下邊唱嘅歌陣嘅輸音嘅係比較要注意啲啊，加油！好，安尼先嚟看一下廣寧期泰國嘅個分數啦，看一下廣寧期嘅分數。好，安尼連點咧都進步誒，還有小數點，檢查一些些都0.5一個單位啊，冇錯，所以廣寧期泰國總共得到90.5分。做得啦哈，有分數。我做得啦哈，我等一下看看。係啊，你報要後輩哈，係啊，分數較大，你就要機會錯錯，避免打啊。先道歉，好，安志先，先準備當好錯，休息一下嚟，安志先。第三年有用到嘛？搶油呢？你搶油？一開始嘅時間要打開。哦，要打開了，佢不是屬於了。老嘅嘛，陳建基強用啊，青豪第三年用，阿房啊用。好啦，嚟沙下嚟入邊咧。下一位係來自新竹嘅戶口梁淑妞帶來平白。好嘞，等我啦。蘇玉芝你好，蘇玉好，係聽完蘇玉芝，哎呦，藝門嗰個 Google 先生，Google 先生，講羅時豐邊個下台？咁要，真是唔好慢言，我俾 Google 先生，哦 Google，維基百科先生啦，係冇？馬上問Siri，羅時豐今年幾歲啊？啊，有沒有比我大啊？你沒有謊報啦，哈。哦，這樣可以差唔多吧？冇人可以嚟卡。我記啦，冇人講。我哋可以當好上啦。好啦，安尼，你提擺了安尼節目比賽嘛？但是之前現在有看到嚟做魔王啊，魔王有試做過嘛？哦，佢乜嘢講下來？同葉天華。
哦，夜店哦，也拼发型衫。对啦，你要创对创的嘛，对嘛？来加拜咯。啊，我家幾樣時就有問講，你安徽創業唔來比啊？呢？因為我電腦也下當來比啊。累积他的名声啊！哎，但我们刚在台下唐吉唱过，哎，他那个细腻度唱得清好呢，表演得懂我。刚才参加比赛都大条名呀，大条名啊，所以家己第一名就第一名嘛，係嘛？功能技先生也跟我一比。我比较幸运，你比较幸运，你们都很有实力啦。对呀，实力好，真的。对，踢败了比还没紧张嘅。有些的啦，都是我平时经常除了条件都是。后来慢慢的就关系，踢败一定会强嘛，对嘛？哦，哎，关系就好。哦，好啦，来从头来唐先生讲。好，请你个奇怪先生。好嘞。好，安尼梁书玉小姐哈，今日带来一个平板。其實嘅生錢好，但是就講歸屬位來講吼，從頭到尾當做得創得青春啦，為了就可能有多少緊張，有多，因為我睇佢三個代表是一個上遊戲的會做呢上，尤其在個客家假師啊，一假師假第二咩部分吼，可能就有些的可能講。就唔當明顯啦，但是也啲係緊張措施呢，變得有些的按樣嘅比較少，所以其實到後面完全就唔愛，佢表示就講佢一開始唱嘅時間，可能也佢特別嚟去做模仿，去對唱，佢比較獨唱嘅方式又冇重要，所以難免會多少緊張，但是整體嚟講，佢本身也係唱嚟以後，自家盡量去加油哈，加油！好，真好，你夾嘅嚟看夾嘅分數啊，梁書玉嘅分數，好嘞，第一名哦，是我先生。關鍵嗰句嘅，冇咁樣啊，我抗很久。一冲就敌啊！對，安尼節目，安尼吃貪心的，試一下水溫哦，一下我一開口就一鳴驚人。係啊，94.5分嘅，恭喜哦！安尼今日嘅味面在部位，親有幾飛？親有幾飛？好，先採專業嘅味，哈，等待加機，好嘛？好啦，可以哈，好，準備當場。沙下來呀！沙來之新北市有咁樣帶來三個字。好的，大家啦。
是又见面咯，见面咯，哎，很好啊哈，哎呀，非常好。新的补金的新的意象冇感覺，冇感覺，就本來衝嘅，感覺空間加青苔，正經要合態啦，感覺仲有質感哦，真強。冇想到客家嘅質感要做提升到啊！你客家天使團很認真，有樣，真的，不是希望我們客家呢有啲好嘅環境度，好嘅表現人嘅歌唱嘅部分。大家看到，冇錯，視覺跟聽覺都是一個響應。真的哦，記你上擺嚟比賽一幾個時間？去年嚟比嘅，去年有印象，比到6強。有比到6強啊？冇6強前先6強嘅時間是不然打國體咧啊！你國體你記翻當叫冇睇到，係正經哦，要反音哦。所以今比就做反雜做嚟，係血池一下。唔錯，是個篩子啊。係咪哈？過來用點蛋，本身在欣賞嘅公平哈，受益良多。對，真的哦，對不對？唔值錢呢，一伙人。對嘛？迄諾杯歌唱班都錢嘅。歌唱班幾貴唔啲哦，係學唱歌幾貴哦。有學過唱歌？有啊。唔啱會唱係學唱歌嘅。我想去踢館啊，冇啦，開玩笑啦。大沙各沙有各沙嘅長處。哦，人家去歌唱班學嘛，學三代跳歌1對1的啦，1對1。哦，1對1。哦喲。哦，所以你練就之前有沒有很欣賞學嗎？有去學嘅啊。兒做冇啊，兒做冇，係兒做冇。來比賽啊，來啲比賽以後嗬，談欣賞啊公平之後啊嗬，我想去欣賞學啊。哦，嗰有辦啊樣。哎呀，希望一擺嚟比賽有好嘅成績啦。希望，加油加油。好，安尼衝睇咯，談一下欣賞。請你嘅欣賞。好，嘉梅姐哈，你嘅戲子喊嘅上喊係安將，喊係安定印象。首先呢，我來講你基本從嘅三個字，你嘅上棟梁，你就可以再談嗬，大家就唔是講嗬，就定義上棟梁。撒下來就係呢，講到上棟梁有好處，唔過也有到時，你從嘅時節要注意嘅為數，做得。本意加分，然後有的是從起來可能會咬冇清楚，嚇，因為從啲客家話啊，唔單淨係音節，還係韻味，嚇，韓國如果講清楚，嚇，冇像外國人英文啊，係意大利文嚇，就兩隻音節，嚇，所以呢一部分就係本意建議講，比如講呢個體育記嚇，冇講落音。音佢係到啲鼻音冇錯，唔過強調有陣時嗬，你未到鼻音就係落音彎腰彎，你從我從麼彎儂到有陣時唔是到好，因為你從到有陣時後尾嘅腰，你書上有些音就略略有下尖的彎儂腰啊，彎儂腰啊。好，按我從起來，音是略略有點冇強樣，好，所以你係本意嘅建議。唔過呢，頭先有講到老人嘅言動，所以你嘅老人言就從到動好動講，呢就係你嘅優點。好，韓國比如講提示記哈，轉轉老嘅哈突前，你係轉老，按樣先可能嘅老，你就係就唔會壓踢。因為頭前嗬來當唱嘅人，春月點點去會唱老了隻時機係帶人，所以按上下會壓踢，我本嘅建議，是冇你。好，好啦，你唱題嚟看時間好，看下嘅分數，看一下要咁多嘅分數。好。一本書也算一號呢，一號冇問題咧，冇問題，應該冇變國題啦，留下啦，但是冇一天做得錯到避免炸冇味啦，應該係應該基本冇辦法，基本嘅人哋輸入之先捷足先登，暫時領先一下，好，安尼做下禮拜變過，好，下禮拜樣好好一啲啦，國語，國語，不想國，先有自信哦。
拿个铁锤拿着割诶。还是经常叫无通我练技法咧。哦，反音哟。好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那在面的。好啦，我杀了，哦，很光明的一位哈。哎呦，好，我是头严重啦，捧水风到来平板。好的，躺个啦。见面了哈，欢迎看到你。歌上面属于那种太抛型。哎，嘿哦，超有味哦。我看到佢还是会想到那个之前的顾福光先生。哦，咁是想象，嗰種感覺，嘿，嗰種韻味，韻味唱過嗰種樣嘅安尼吼。啊，顧福光先生跳燈咩卡？他講嘅，我照亮安尼客家嘅，呀入音譜嘅，照亮客家天使台，客家天使台，是夢兒哦。而家相對安尼節目吼，批判安節目。沈莊嘅一位長水朋友，唐講嘅4、5、6年前就來，所以藝術館嘅時間。安尼細緻，唔看對啊，變按多擺，也很快有新嘅細緻哦。最新嘅哦，佢第一擺嘅細緻其實都比過嘅，嚇，係藝術館嗰個，藝術館㗎嚇，藝術館就比過咧。個後來安尼貴嘅啦，望空有嗰種比賽，都有來參加。咩來幾擺嘛，嗬，係幾擺係，千好嘅成績比到樣板啊，第6名，第6名，貴嘅第6名，哇！呢要真要第6名不差，係啊，哦，沒打敗青。跟飲多嘅，飲多，按客氣咧，唔會人衝得清。係咩啊？上改好，上改好，係啊，音色好，一下你像先堂先生公平，也係直接看不出。當然啦，精彩，我公平一下啦，係啊，準備好嚟嘛，民族先生。嚟，好，水風先生嗬，我看到你來比賽時間，我心肝上禮拜偷當嚟嗬，要按多拜來鬧嘢那個我經驗嚟嘛嗬，所以我因為講做嚟問拿咁我報錯啦嗬，忙啲一出來緊張到安樣人啊，可能我看唔到喺後台嘅時間，嗬，緊準咧。哦，人氣聽人青人啊，做下多次咧啊，全部歸人嘅，係啊，全部都係人氣。所以睇下參賽嘅人要有經驗，因為兩樣旁啲要讀嗬，個人氣一定會開到當強，因為按到嘅天賦嘛，嗬，叫打講啊，所以呢，唔到做得作長超嘅，嗬，冇想講啦，冇感覺講壯年安樣人會前路孤狼唔會啦，嗬，所以我補充一下後練，一下出來聽緊張，規則後練係。數題咧，嗬，嗰種嘅 power 冇出來，力量啊，嗬，你冇出來，就你嘅嗰種嘅水準唔係到呢位嘅，嗬，做得創下那好，尤其係第3季嘅時間，嗬，冇本來想講，你做得創到當好嘅啦，
結果一下反差了，幫我觸下強，吼，都叫我潤每個下沙幾隻鹽沙沙，亞體沙上沙包體啦，吼，所以講你係青苔嘅食物。可能挺緊張的，吼，其實平常心，吼，平常心，逐禮拜是做得如何來比啊？吼，所以冇要緊，冇來看到按重要哦，特殊性要聽重咧，是會讓向到野後咧，哦，就冇開後啦，吼，所以規則上數提起，按壓提起啦，吼，叫你唔係按你水準哈，哦，繼續努力加油喎，哈，哦，好，謝謝，哈，所以基本應該小可緊張，所以水準冇到嘅平常嘅水平，係啊，安尼還能看一下分數咯，當然，看一下彭水峰嘅分數。94分，限彩啦，咩啦？基本冇乜問題，冇乜問題，有乜留定啊？有乜留定？好，係唔使緊張啦哈。下禮拜再加油哦，好嘛？我做較小暖心。對嘛？下禮拜可能冇辦法坐上避免在波位，但是下禮拜就係啊，認真下嚟，有機會，好嘛？哦，加油，好，好啦，來殺下嚟邊，來自新北市總免費帶來3個字。好嘞，躺啦。係咪像公主一樣啊？係啊，東皮下兩片有嘛？跟我們今天的景好合。對，公主都要跪着服務了，有沒有？第一把嘛，那有哪種公主啊？公主都住在皇宮裡面的。安詳，等於類似安尼。高雄嘅米農嘅，南埔客家鄉親啊，南埔客家，係啊，吼，炒噶吼，但是長工從細就來台北hết啦，炒噶，行些結種都上來台北hết，所以客話千幾都冇曉得講，所以我都開始學唱客家歌。哦，就慢慢的演進啊，錯，所以也演進了一多誒，演進了差唔多差不多六七成，還有咩清真的哦？六七成很厲害，跟按用普通功法就做得很清楚。對啊，六七成，已經很厲害的啦。對啊，有的你看陳建基他們那種，還有他的那個都唔要講幾多比了，係啊，好容易哦，佢哋講得幾好，佩服他們，這個非常的敬仰。好，來按唱的唐先生的公平，請你求下先生，來。你哋總免費冇注意看下講哇，冇強人哦，當主唱哦，你的服裝哈，啊講啲身衫褲可能要花得不少錢，然後加毛嘅哈，貴族嘅搭配得親好，小童嘅親好人親正，染質親好，唔過可能親少接觸到一啲客家歌謠，所以我感覺你今日嘅幾首歌謠啦，唱來就會要走來走去。
哈，安尼学玉米的时阵，学被脏，莫一下就学了在身上，一下就学了在身上，学了你都要走来走去，就按那无稳。哦，我唐人家创起了，要当多饮，嗰饮准了，要多少要走起来。啊，唐人创个心条上，第一季创了要做的，上多抬得，唔係上多抬得。啊，上杯上多。好，从头讲咬丝的注重，读书书内一直是咬丝，你就注意。特别你唱歌，你先落个丝落去做脏，先落腌脏嘞，那比较重要吼。唔係講特質絲是按咬絲吼，所以我哋上多腿特，唔係上多腿特。嚇，我希望能夠多多練吼，加我看到加就比賽吼，平常時唱得清吼，唔得今日坐到加就位吼，加飲。哦，佢平常時水準就當佢走起嚟，所以佢今日帶份書比較係嚴格到，啊，嚴格到變咗專業，這個要先去加減練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的，羅伊要補充來。好，請。好，因為其實好中小經濟創嘅，你係三個字，其實你基本嘅創嘅三個字，玉米非常嘅好，所以講可能緊張，韓國在農業係第一擺看到你比賽哈，所以創出來可能玉米嘅方面，因為咬絲韓國玉米全部愛創到來哈，會較緊張，我建議你啊哈，再去多練習念歌詞，因為吼人講創念，吼，為念就會創。韓國最尾一句盲地創出下南腔，吼，盲地創出啦，按用一個行腔可能會較刺眼，本嘅建議。什麼嘢？好，那是這樣子啊，因為全世唔係講客家話嘛，別後來都慢慢嚟學嘅啊。哦，所以我創一把先生嘅建議不錯。好，創馬歌詞，我是從念章來，安都冇問題。好，安尼遐先生公平講題啦，哈。目前也5位嘅參賽朋友排名第一名嘅。第一名吼，係人哋嘅天意好。梁淑玉，梁淑玉手機夾嘅分數94.5，哎，先搶梁淑玉手機來到舞台當中來。來，看下來看一下，你嘅總面積嘅分數。也再見證一下，喺假使講夾嘅分數係你保持體力法，記住做操縱，避免就係保衛，好嘛？喺假使夾分數較高嘅話，做唔錯。誒，假使講平分嘅話，平分嘛，向下錯嘛，就冇產生，就冇咧，係啊，係兩殺錯。好啦，而家就嚟看一下嚇，向下嚟看總面積嘅分數。好的。也許並沒有，也許。剛剛唱一條歌讓我學習到，因為我唱這首歌以前的音樂都很豐富嘛，都做到滿嘛。所以我們唱歌勢必就是要跟那個當我要如何能停止？你剛剛只有你們3支而已，哇！我就好緊張，所以我一開始那第一句有沒有我還抓不到，我本來要等。好的，而家嚟看一下哈，向下嚟看總面積嘅分數。好的。91分，哎呦，就恭喜你嘅梁淑玉。係，哦，搶錯從 V 免在保佑，恭喜94.5分，你們也請高分哦。哇哦！農業音樂會係真難嘅，安尼坐低人哋介紹啊，安尼特別來賓啊，感覺非常有質感哦。係一個單元都安尼制作單位啊，特別用心哦，啊嚟唱出安尼客家嘅優秀又傑出嘅安尼音樂人才，還有安尼團體來展現佢嘅好嘅歌藝，嚟俾大家聽，俾大家看。今尾啊，小姐兩個團體哦，非常嘅讚哦，咩安尼客家新生態非常厲害嘅一種樂隊樂團，哦，佢哋去年帶嘅時間發
行一種新嘅專輯，佢用青島嘅實驗嘅音色，還有編曲，有青毛腔用嘅曲風，大家做到嚟欣賞一下。對，還是金曲獎得主，還有金音獎，哎呦2大獎項得主，開玩笑，那一定很有看頭啦，哦，來介紹一下，春眠樂吹。春眠樂吹係一個古典老現代嘅聲樂性組合，因為對客家音樂創新嘅精神氣息強化，融合到客家話和其他語言嘅創作，還有將爵士曲風、傳統音樂嘅精髓融入到流行音樂地位，展現出特別嘅韻味，未得到眾多獎項嘅肯定。街道因為鬧熱巴擂台相識，也擺喺新嘅客家專輯當中，沒有無同樣嘅挑戰。今日就邀請春眠樂吹專賣家，將街道嘅故事唱俾人聽。哎，歡迎春眠樂吹。以前嘅麥克風，介紹一下你們嘔心瀝血製作的這一張專輯。多代，底背都有。哦，就像原住民到底。到底。哦。對，其實多代那個心情係因為有一半啊就。跳堂啊，阿爸，然後不趕你，然後吵架演尬，然後就罵對方說啊，你都在講乜嘅密密麻麻逼啊！對，都大家看清楚哦，係啊，我講清楚啊，同講哦，都帶樣板。有親切嘅一隻情形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就是你想要知道一個答案，你可以用到底，然後我們開車的時候，你也可以直走到底的轉彎，你也可以油門踩到底，這樣對也可以，然後運動嘅時間啊。
也很常听到运动的老师说，我们拉筋拉到底，然后再怎么样。我们运动比较不清楚，或者是深呼吸到底都在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到底这个词汇，它其实就是好像很努力的感觉，就是它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，就很像我们画图，或者是说一个人他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多的面向，对，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透过都带底部有乜嘅目標用，有乜嘅你可能有談過嘅歌誒，然後從頭來感覺一下。对啊，所以這張專輯到底賣得好不好還不知道哈。就是像得粉絲心得哦，對，像羅哥的體驗一樣，體驗新的新型嘅你。我的體驗很差啊。幹嘛？我們一起體驗到底。不好，真的很差，所以希望你的這個到底多多支持就錯嘞，應該有很好的成績，好吧？按日富雄2年多，2年難嘅，咁會有真的會有像剛剛講的那種爭吵的情節？會吵架嗎？常常，這樣嚴格，會為了什麼事情吵架？吃東西啊，那就對。記得哈，家杜思瑤呢，他們去上我們的電台節目也是啊，常常是一個肚子一團很餓的麵這樣子，就春麵。記得冇上我試嘅東西，我會老記得天素絲啊，蜜瓜啊，還有 tomato 啊。哦。我做的老記天素喝他喝不完的飲料嗎？哦，所以你是在這個團裡你是擔任一個廚一個回收的，我是客家環保精神小使者。OK，對對，不要暴殄顛悟。其實給他這個樂團裡面的大胃王啊。對，正經呢，有按車。有煙通有茶啦，有茶哈，因為我是看見特別有冇按旁邊有標乜嘅東西，拿一來就是了。哎呀，給拿一來，你要毒它也是蠻容易的呢。對，嘴巴又大，還沒回答他就吃了。父母茶來退腰嘞。而且他們這次專輯裡面的編曲其實真的做了很多像是音效的變化，就是用他們這個樂器來做一些情境的呈現。所以歌曲給他們這個彈奏起來就完全又賦予另外一種生命，就比如說，我覺得低音單簧管在裡面有一些很奇怪，很像電子的感覺。對對對，其實你們應該有做那個效果吧？哦。沒有那個是它本來就可以發出的聲音，可是是比較還是混音上面有做？沒有，它只是比較特別，好像是那個樂器壞掉。哦，有點像他在呼麥，就是用人聲發出一些泛音這樣子。哦，那就是呼麥。對嘛，還是呼麥，其實是一樣的。對，提供黑蒙古的那一種唱法。那如果用這種樂團的編制，然後把那個感冒勇士史若改編呢，會變怎麼樣啊？可以試試看嗎？做得起？從來沒試過對，爵士版的思思，世界名曲啊，正經的，感覺氣質就不一樣了，不一樣哎，欣賞堂都我們的幹工用完了，會不會五洲製藥的老闆看到你們吹了以後，就把我那個廣告下架，然後找你們去吹？沒有，你有那個吃藥感覺會比較快好的感覺。這一段精彩的表演，對啊，那哲維老師，你有什麼有冇個建議冇哈？不敢，怎麼敢說建議呢？他們在我心中一直都是天團，天團的，對啊，記得定係心目中一直以來都係天團吼。我知道當後誒，因為以 CV、DDRV 組成了春面樂隊，然後讓我們的客家看到很多目標的東西。客家用這種音樂，我覺得他們拓展的那個廣度跟寬度是很大的。他真正可以走進世界。大白講原住民的音樂，給青菜蔥沒講青菜蔥，他們隨口一唱，它就是世界。我覺得很東方，一看到客家有按呢團、按呢樂隊，本來的客家真正走進世界的一個很不一樣的廣度，是我覺得很感動的。因為你看記得按 Hill 上，他們每一個都是走進國家音樂廳，或是就是很高殿堂，他們願意最高殿堂。林生祥老師一樣，還有米莎，對，米莎東西也是哦。對，但是他們都是，他們都是不同的。我覺得他們就是對我來講，他們就是獨一無二的。然後 DDRV 籌練出動唱來。
我坐在那个国家音乐厅的 VIP 席看他们演出，真的今天有这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后面还绒布的感觉，不只是耳朵怀孕哦，不只是，而且我的眼睛也让我看到了很多很不一样的缤纷。谢谢你们带来很棒的演出。看有两个 GV 吗？我们两个可以合唱一下吗？经典。我怕我破坏他们。没有破坏，不会啦，说不定你是这个舞台的老灵魂。对啊，你是 host， 都是主持人，就是真正的。换了新棚以后，站在这里感觉好舒服哦，就顿时觉得自己跟我们的磁场很合呢。对啊，去跟他讲，有两个 GV 吗？我要跟他要唱什么？对嘞，有这个机会吗？还是有什么 battle？有什么歌可以合作一下？想当年我2本猫，我们在金曲奖，然后看到你是颁奖人，我觉得那时候我就一直有在想说，我人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跟罗哥冲下来冲狗诶，冲下来冲狗，冲你嘅狗诶，冲哪个狗诶？罗哥嘅狗诶，因为我哋呢扎舞台从来唔是改编罗哥嘅狗诶，咩唔是老罗哥冲下冲狗。他们这种有质感的乐团怎么会想唱？冇啦，开玩笑啦，我空用冇空用嘅风格。对啊，我们的质感也是都是跟着前人在。一直演绎下来，没有前人种树哈，哪还有后人乘辛苦了，谢谢你种的树，按台。那所以有准备一些什么我们可以尝试看看的吗？有什么歌我们可以合作的？你听了就知道，唐磊就敌了吗？有演来吃接来哦，有演跟來，有演给赢哦。有演给你哦，冇演，有演，弹开啦，一边演。曾经是对你说过，这是个无言的结局。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，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，脸上不会有泪滴。但我要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？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？让我再看看你，让我再说爱你，别将你背影离去。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。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想你，也许已没有也许。但我又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？我怎么能够埋藏一切回忆啊？让我再看看你，让我再说爱你，别将你背影离去。分手时候说分手，请不要说难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的随风去。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我会想你，也许已没有也许。无言的结局，无言的结局，无言的结局。哇！有没有按后堂？真紧张呀！
有一些人家嗰種感覺咧，佢咧嗰邊。哎，這個歌啊。嘿，我其實17歲時間哈，是17歲的時候，35年前，我那個時候唱的是低調，哎，啊，低調，所以現在要讓你高調，對，剛剛有高半音呢，哈，對啊，我本來就很低調的人，弄得那麼高調，你看你真的衝上去啊，嚇我一跳，好棒哦，是，真的很厲害，怎麼會想要改編這首歌啊？誰改編的？不是，哎，我是沒有歌了嗎？對啊，改編一首，來，改編人自己來說一下。那麼多張專輯，這為什麼一定就是要這一首？沒有其他歌可以改嗎？周馬想要改兩條歌誒，就是跟歌詞也是蠻有關係的。我自己看這首歌解讀是覺得是蠻像是有點婚外情。一段不太是你的心聲是嗎？沒有，不是，我想說你好幸福家庭。就是看那個歌詞，感覺就是他們一開始在一起就已經覺得不會注定沒有結局，不會有結局，所以那你不會有結局，前面就是會有很多糾葛嘛。哦，因為就像羅哥跟雨喬這種感覺。哎，對，所以他剛剛一直跑，你看，唱個歌好不安分哦。嘿，你這應該還請要找半天。所以前奏就會有一種很緊張的感覺，就是說好像已經暗示。就是這段感情前面就是對，我們不該開始，不是很舒服。可是這個歌，哎，你們不要想歪。周雲歐音哈，做音樂的人，他們就是有想法，他不一定能夠說出來，你知道嗎？就是好，就是刺激，感覺很驚悚。哦，阿喬就在講驚悚，驚悚有一些緊張嗰種感覺。不過剛剛衝一條歌讓我學習到，因為我唱這首歌以前的音樂都很豐富嘛，都做到滿嘛，所以我們唱歌勢必就是要跟那個當我要如何能停止？你剛剛只有你們3支而已，哇！我就好緊張，就知道你所以我一開始那第一句有沒有我還抓不到，我本來要單，我就開始就往內收，有不一樣的內收音出來嘞，有點氣音的感覺哈，有，哎，有老師有啦，哎，有哈，走的，好，沒問題啦，還可以啦，可以，很棒，我覺得很棒，其實是算一個很衝突的結合，可是就是因為這樣衝突就會讓人覺得很有趣，很好奇，而且我覺得下次可以改編別的歌。無言的結局，就因為大家小時候都是會聽，那我小時候聽不懂台語，一定要說小時候就對了。其實也是會有個世界，就是聽了就會。我剛剛有跟羅哥分享說，聽到這首歌，那時候小時候就是會擦眼淚，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。真的那麼早熟？不，可是真的不知道裡面在說什麼。你的幹嘛？糖豆一樣，那很苦情的唱法，就覺得很傷心。不是，就是聽到這首歌，尤其聽到原汁原味的哦，那個慧茹老師也剛剛那合音也都是他合的。結局哦，那個真的滿滿的回憶耶。今天我覺得聽一首不過癮哎，不過癮，還有一個神秘嘉賓哎。哎呦，還有啊？哦，我剛剛那個很厲害、很棒的客家創作歌手，可以跟他們合唱了。對，更神秘的，一起來聽一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嘿，聽我來彈一下，好。
实在懂什么人一路來批判我，本我懂到創造嘅力量啊，未來嘅路天初嘅強下，數件數行下去，來咯。寶寶寶，哈到寶寶，媽咪講好時間走來呀路走，人改掉，人改掉下條路，愛的路數。你對我怎弄？也講出來嘞，愛發動。走在糖豆你也講出來了，愛一條橋是一條的愛發動，走在電動幫你衝啦！你會轉來喲，你咩會轉來啊？你會轉來喲，你會轉來喲。哇，很不一樣的組合哈，很不一樣的組合，好棒！哎呦哦，是，對，那我可以嗎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為什麼慧卿老師每一次幾乎你唱歌都很感觸很多啊？他是很真情真性，兩條歌係佢寫呀，話多。話到有好像之前有啲人喺節目當中有表現過一條歌誒，就這種是人家條出面我吹行嘛，就是杜斗啊，就是要比賽時間對比賽嘅時間，他們兩個是戰友哦，所以那個時候有合唱過嗎？這首歌行嘛，唔過呢首歌係人家條我吹體擺改編，唔係評審欣賞咩，唔係主持人嘅歌誒。第兩隻舞台，體擺改編配晒選手嘅歌誒，配個選手嘅歌誒就衝了。佢倆專輯裡邊都沒有衝兩條歌誒。是，啊，看你有衝到中間嗰啲上馬嘅嘛？沒有，慢慢互相傾吐真實心情啊。像之前人家就行下後上第兩隻舞台嘅時間。互相支持。是為什麼會有？你們剛才聊什麼？是有什麼感觸嗎？有冇法我講下？就創作呢條路冇簡單啦。啊，佢就13年嘅感覺啊，不過其實唔單唱你係13年啦，就大3年就係脫離嘅13年。我覺得我們對於一個人要有一個新的勇敢的力量，本自家。要有一個新的認定啦。是，認同自家，認同自家，係啊，好好表現自家啫喎。冇錯，係啊，一啲冇面看到揾兩邊按啲人客家嘅按結出嚟嘅創作歌手，對嗎？而且慧卿在我錄音的時候，還有特別從新竹來，他怕你唱錯歌詞。冇錯，會就是一個字一個字檢查，有衝後冇？有衝後嗎？用做的嗎？做的啊，做的哈，做的清楚，懂腔。難得嘅機會嘅兩沙啲兩片啊，有冇發？你們有什麼話想要對彼此講？互相傾訴。雨喬先說好了。哎呦，當到上我老人講嘅話，其實平常啲來啲會下本你看，雖然你當家已讀不回，不過冇關係，冇關係就
我嘅好朋友出面嘅阿哥阿細妹妞，還有葉潮，大家就同喜歡你2-3年，咪同喜歡你寫嘅歌嘅，啊希望你未來做得寫韓國較多無按艱苦嘅歌誒，啊大家叫我來教咩做的？對，現在從小嘛就想現在就是 Q&A 的感覺，就對了。那慧清呢？是希望宇強，因為我是都激動從他像一個太陽，就是很多時候，你係眼睛一個火影忍者，係咩嘅嘛？悟空。所以從一個太陽，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，我就會給他一點點訊息，但其實都，那他也已讀不回，會，他回很多，可是嗰時都冇衝下見面，可是佢都啲愛心關都上嘅事情，所以佢講嘅東都會就都很。我想要找的答案，好像就在裡面。對啊，這兩位傑出的這種音樂人，互相扶持。對啊。韓國上海人講，雖然你知道我唱你講，唔係你跳，我唱你跳啊，我知道你唱你講，唔管唱哪一種，都做得聽聽你的變化。好，慢慢的變都沒有關係，冇相關。然後不管以後有沒有新嘅新來朋友啊，還有冇機會結婚啊，韓國有100離婚啊，沒做都得，好冇？就是這個世界就是會一直像地球一樣運轉，就是會一直有某樣嘅改變。對。永遠會有新鮮事發生，對，說得期待一下。對啊，就像你是太陽，他是月亮，同樣都是照亮地球嘛，對不對？好浪漫哦！是啊，也一樣會照亮我們客家，好不好？好，今日多車春面樂隊哈，我吹，我先來講一下，來到你節目當中，也謝謝慧清阿姨啊，不是慧清老師，來到你節目當中，啊，多謝，好，謝謝，好，希望有機會再來，也希望你們專輯賣得非常的好，好，張專輯大賣。超級賣，全面我吹都帶，都帶哈！啊，你今日比種多車各所有觀眾朋友時間啦哈！哎呀，好唱歌，咪叫我格格來報名啊！打電話來哦，人叫66667人還有傳真電話人22778231打電話來。哦，謝謝哈，多謝大家收看以外呢，還有多謝辛苦的評審局長哦，謝謝。什麼全面我吹還有 Vicky，他們張學亮。什麼小強老師還有樂隊老師辛苦了，謝謝大家，耶！哇，新棚大家看起來都好帥哦，哎，什麼辛苦在工作耶，謝謝。哈你們忘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，老爺大擂台，老爺講下來，再見拜拜。